大家好，今日教大家製作嘅係復活節主題嘅黏土兔仔與小雞。首先我哋攞出綠、紅、黃、黑呢幾種顏色溝成啡色，然後分一半，將另一半啡色加少少黃色同埋白色，令佢變得淺色一啲。然後我哋就開始搓成長條，然後好似我咁樣將幾條交叉埋一齊，然後就可以好似我咁樣圍住咁樣放上去，令到佢成為一個籃。之後就可以鋪上綠色嘅草地，然後就好似我咁樣搓好多個小小嘅圓形，我嚟裝飾籃嘅底部。大家可以選擇自己中意嘅顏色，然後就可以製作埋手柄嘅位置。之後就攞出黃色，我哋製作好多個花瓣，我嚟裝飾籃入面。之後就可以安排啲花間斷咁樣放返上個籃上面啦。大家可以自行選擇中意嘅顏色，可以製作七彩繽紛嘅顏色都冇問題。之後就到製作樹葉嘅部分啦。大家可以好似我上面咁樣，先分成好多個波波，然後搓成樹葉嘅形狀，最後再一次過將樹葉壓返啲花紋，然後我哋可以咁樣間斷咁放上去。建議唔好擺得太齊整，如果唔係就唔靚噶啦。之後就可以攞出白色，分成幾個波波。呢個係我嚟做小雞下面雞蛋嘅部分。大家可以參考呢一種做法。然後攞出安全嘅黏土刀，界返啲花紋出嚟。然後我哋就開始製作兔仔嘅部分啦。另外，點解兔仔嘅頭會係半圓形呢？因為打算下半部分幫佢製作一個復活節彩蛋。大家可以根據上面嘅步驟一步步咁製作。然後黃色呢一部分呢，就係我嚟製作小雞啦。然後大家就可以好似我咁樣攞出丙烯馬克筆，幫兔仔嘅耳仔油返粉紅色嘅部分。呢個位置就製作復活節彩蛋嘅底部啦。之後我哋就攞出紅色、黃色溝成橙色，製作小雞嘴嘅部分。大家可以參考呢一種做法。大家可以選擇好似我咁樣用黏土製作眼仔，定係想用丙烯馬克筆畫上去都冇問題。但係我就覺得如果用黏土製作就比較有立體感。大家可以跟住上面嘅步驟一步步咁組裝返一齊。然後最後就用丙烯馬克筆畫返個嘴，同埋裝飾返復活節彩蛋嘅部分。大家可以參考呢一種花紋，同埋因為復活節主要都係紅色同埋橙色居多，大家可以用多啲綠色同埋橙色。最後就將我哋呢幾隻放返上去個籃上面啦。最後就攞出丙烯馬克筆，加返啲彩色嘅點點上去，令到更加靚。我哋今日嘅復活節主題嘅黏土就大功告成啦，希望大家鍾意今次嘅影片啦。如果有啲咩題材想我哋拍嘅，都歡迎留言同我哋講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